想喺斗湖買準現樓精裝修細面積嘅老細睇過嚟啦，呢度咧係全新加推嘅一棟，咁呢度咧68平方可以做到3房喎，你唔好覺得3房咧有啲細，佢每個空間每個房間都係非常之大嘅，咁呢度咧使用率超100%，5分鐘咧去到嘉禾城，15分鐘咧去到珠海市區嘅，周邊配套齊全，而且陽台景觀超靚，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下方留言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